的大家午安。老师午安。今日呢，非常抱歉，就股票早是先股，所有人先股早去，你足见啦吼，股市所有无去，我说咱我伫这人地有些上面做，讲到第啊，有人在那边地讲来到这边无变吼，嘛不是股票，这嘛是地了无落，也是地了出唔来啊，也是准备今天做上去。随身碟有嘛伫那没有人伊安尼啦。所以呢吼，爱电视人大个地位，当然啦，文字化写咱写文字尽量用心听，毋是用耳孔听。要耳孔听，听久会麻痹，听久会先，若无作用呢，就会疲劳。所以道理呢，咱讲听久吼，若无啥材料妙用吼。我听到尾，今仔讲是咧高兴安尼，就是咱食饭共款啦。当然食饭爱先会野先，爱野先呢会鱼会蛋会蛋。你看较早古早时代讲的饭嗰只到边仔病，应该无啦吼。迄阵人足艰苦的，即个时阵吼，因物资丰富，逐项吼拢真正吼济，所要食的物件吼，拢随个人爱所爱物件，所以咱讲物件拢做丰富啦吼，食了。今仔互我呢，要来甲恁参考的就是新结果啦吼。就让咱将两本书的，咱总说红书，书中所有的咱应该要给我所基本是，咱老前人我大医生，咱医生大先，咱之前，咱是第咱这本书上重要在做主要来感谢，感谢今仔若有咱遮来大家公益吼，咱是广传人这个所在显着会出来。若有遮济就咧讲伊安听啦吼，所以咧爱感谢咱做，我就有机会来遮咧学习，来学习做啦吼。那互我今仔日讲这条几字啊咧吼，修行。这件事，然后就注意讲，伫遮啦，拢伫遮。这讲资料啦，无写准准嘛先讲啦。一个工作当然，要进入这正常的大名一定要进入阶段。讲临时抱佛脚，有的临时插香不插海量就是啦吼。所以呢，今日咱我要讲这题目叫做修行这件事。修行这件事，原理跟什代志？因为修行这件代志从过去到现在，从古早足早，咱有文字迄阵咱就修行啊。咱讲本是中国历史的时阵啊，就爱有中国历史的进程，咱就讲去修法啦。修法咱即摆现代的看民国，修到民主的时代，共款嘛是共款行条路。伊修行这件代志牵着啥物件？伊牵着咱人的生死。所以咱来讲，为什么咱牵着生死呢？咱来到世间，人来到世间，就拢已经判为伊的死刑。那你想我写啦，特别时间，咱来到世间第一判为伊的死刑，毋是死刑官第一条，毋是死刑官，咱来到世间，每一个人拢无上帝甲判死刑。为什么为死刑呢？因咱人来有生当中一定会经历死亡，但是这个死亡的一程当中，伊是要安一程，要安怎一程法？这个死刑要咱判，要咱甲咱执行，这是看咱以后大家做法。上天无权利叫咱安怎转去，哎呦，敢若讲无权利叫咱安怎死啊？但是生命尊严呢，要到啥人？毋是高人无农村。嘛毋是到你小菩萨手头，嘛毋是别人别人我咱错过。其实是作为生命最后尊严是到咱家己自己，咱家心头。因为你会当决定未来生活、未来解决、未来生死，所以这样修行这样代志是要为要解决咱修行
生死一项代志问题。修行人唯一的目标就是解脱，解脱就是修行人生上解脱路径，为上解脱路径。啊，所以讲咱大部分真正即个生命当中，有关于咱大家为什么来行这条路，只是拢是过去咱这个因缘所行来。菩萨嘛是安尼，咱嘛是安尼。啊，所以咱今仔讲在座诸位，会当得到王道教授、刘秘书，各有良心，有这个环境真好。你若讲伫青伫安伫平伫啦，这一支修有像这接方法，我室内有咧凉吹，佮今日爱佫讲较凉咧，啊来讲腰佫外口佫点上车，啊佫若佫较服务较好势咯，微微咧传来，地佫旁来，真正讲袂了安尼。安尼讲以后要做结婚咧，你来去过去看咱伫青花古道咧修咧，你也是想看安尼，莫讲5分钟啊，3分钟咧坐咧。都爱无电火灯啊，树仔暗阴风，风啊雨神加好动物一路你拢甲你看，你去坐看卖，你若坐无少拢合伊，拢生命无伊，你甲看伊遐坐去坐咧啊，你看我看咧，要安安安心静坐，要咱入得还，所以难，所以讲这时候你看着老汉真少，过去老汉是满满是啊，这时候全世界要找一个老汉，我这讲要做歹势啊。你要想要顺，咱顺准这种境界啊，少。所以呢，修行代志有关于咱的救援这种代志，有关于咱人以后生存的代志，有关于天下众生的代志。因为咱人老实讲，一人仅系天下伤生之命。咱一人所歹，毋但活着无几个生命在这种。啊，若讲咱的救援这种活着人，咱知。要哪样子？咱的救援去做活者，是做来活员。咱的救援去做中间有65000几个，即来叫你行安尼行。但讲你答应这即对啊，咱你行到头尾，你感觉平常时就说做暗，做淡。做人时啊，咱就面对不行啊。你讲我人袂实在，下来也不成孙啊。老毛病也不成来，哦，安讲，这身体袂做数，放个啊，放个来就变啊。所以讲，这今仔这时候，咱今仔讲，会当大家发生修行用功的人，讲做做好过。安怎讲呢？这地修行，这着个人行你人个，即个风动的当中，行的当中，震动的地方，神惊鬼这地修行呢，你得到神惊鬼，因为遐个无形要想要来无机会，伊想要得到嘛无机会。有诶规定，咱老师迄6年3咧规个23年、30年、50年，但是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咱要求这个倒海去啊，你讲我倒海来，搁卡面搁第二，啊我流水要安怎？伊搁打得死亡在手，伊搁走落滚落去，所以有诶毋敢来呢。所以有时候较早来讲我，老人拢毋敢来到世间。伊讲我无敢咱伫世间做做啊，我来到世间就看来细汉咧，看来细汉就行到行讲一声就把其实就好了。所以我无敢来就是这原理啊。啊，但是咱今仔无要紧，咱因即个天时应运，都已经伫属民，即个民主时代，人传政于民，你要怎啊传政百姓？咱百姓上可能是咱若摆到位，你袂等于变有业的因缘的，变更可怜的。咱还政于民，但是咱今仔修道呢，咱就还道于天。你若甲道铁啦，得到物件一定要掌握牢，修好成功，修好圆满，啊甲道铁都会从天。这是咱即期咱每一人在座努力去使命咱即期嘛。哦，所以我今仔无简单一个样子，我今仔我来讲这个经验吼。咁有些咧当迄相机啊，无我来先去报惊时间啦吼。生活不离稳，人生不离高，啊是用不离心。生活这些老爷都太黑了，哦。生活不离稳，人生不离道。咱即目前生活敢有离有进？有人无食过，我也无，我食水啊。当面人不然哦，
先食无200。但是既然生活无离开物质，物质爱做啥？那是经济无？经济啊。那是经济啊。所以咱这目睭8斤，一定要看得住。3天就无看到身材平，比真正实际着。你讲我今仔无趁钱是可能，无趁钱烦恼，无趁钱无帮助。所以讲人生到这时阵呢，为钱生，为钱无，为钱破财，无？为钱生，为钱死，为钱走天理。有钱绝对啦，所在较有的较好赚到钱。啊，来讲道有就几定个尔。若讲有道要互你成功了完的，大家去讨论一下。今仔我遐一工5000、10000咧赚，大家讲尔，大家讲尔。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无离开咱目前这物质世界，这个欠界、欲界的生命就是凭来物质。啊，物质呢，爱用金钱去买来。啊，所以金钱呢，就按咱去赚。啊，所以咱人为着生活来去拼，我拼到大财无对中啦，啥意思？拼到大财无对中，就换药，换了拼到换药个，我拢全做到上着个啦，腰酸背痛，骹麻手臂啦，对啦，啊，就我都出去教咧，明仔载嘛爱转来，啊，为什么有这个民主？是看钱的民主，无钱吼，无法度啦吼，所以讲这个人无钱是可能。啊，无钱这个社会往后有力，哎呀，人讲啊，这个山鬼，这个山鬼来，相当边啊，忙去高山，我哩有山有鬼出来，很多山有鬼来，就是安尼啦。啊，为什么呢？所以像咱讲句话讲，山甲鸡啊看着吹无紧，狗啊看着被吹无紧。钱啊看着，钱啊同我鸡啊倒动。有当时咱来行行来，甲无比讲迄安尼。做个咱随随遐，无咱这出产品，啊无咱买咧退税哦，你知影无？所以这三袂使啊。啊，但是呢，虽然讲钱真好用，钱好用，但是钱是万能。啊，但是讲钱，咱讲万万不能啦哦，钱是万能，但是钱无钱万万不能。钱为了物件是无能要生死，用点钱就是无能要生死。进来干要生死遐好野人。跟企业家呀，不一样互你去活起来，我所用啦，一世人拢做先，啊，但是你我可能个代志，去到盐湖龙遐，一角银都袂用钱，你到天上遐，钱嘛袂用钱，啊，这钱要怎用？人间在世间用，人伫咧有路用，人也是有路，在咧世界无看，你来在咧你生来时无看，你去嘛？啊，世间在世间中，啊死就无了。所以咱怎讲人天公了完，阮有能力，阮就天公了完。因为阮都袂晓做啥嘛，阮就贪慢，我就大无食大，我父亲到无所知道，啊袂晓大人咱道理，我钱都济，骗你，钱能过好的，当然个免惊，因国外足需要的，国外世界开放啊，啊国内无这样哦，人拢过袂得过去过个。所以，啥物物件拢为难用，那么这个骨。但这个骨，甲这金钱，伫咱人间对咱个人真正的一个作用。但是嘛，做歹时阵啊，诱惑真多，诱惑怎样哦？诱骗啊，会敢卖啊。世间的人，互相物质卖甲讲，为啥咱遮公司内部甲是成本遮高，互物质咱别家拢走袂去，大家都开就要收，要收，啊到拢收，钱是安尼哦，咱知影就是安尼，咱知就是安尼。做这个，啊，你用其他哦，地关方面，啊，你就对袂对？哦，所以讲真正在即摆讲真济啦，哦，这是大家伫咱生活上无离开啊。啊，而且当中，既然伫人生过程当中，咱就袂使离开这做，都是啥物件？都是咱两路。人生要行路呢，一定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正确的方向，有正确的目标，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思想拢总去耽误着咱未来将来，会当像枷锁共款，毋对头壳，毋对思想，就算像枷锁，甲你锁掉咧，互你无能真正行到你去爱目标。所以人生无离开这个道就是良心嘛。咱除了讲生活以上、生活以外吼，
咱的良心就是一定要坚持。你做事才会正当，讲话较有理，修行嘛较有条件。哦，啊，人就会受人影响。哦，所以讲，咱到我讲句话，迄是人先负担的。人为什么呢？伫这生活当中爱讲好话？你若讲好话吼，人听得介意，你人就听你讲话。要说好话，自然会有人听你说。你若做啥，你就三字经烧上看你无听啊，你那是明白用，无明白别吼，你就小可边啊，现在要小啊对，我很不。人为什么要存好心？你天天都很开心。你若兄弟，你做歹人一个人哦，你今日共撬出去，还是共拍一个人，你可能等于一个人你死命安袂，可能欢喜袂？讲这毋难像人到报仇的，难像人到囡仔的，所以说你心存好心，你天天都很开心。你能啊，会上天咱无贵，咱无贵上天，无贵人，无贵地，啊，你的心天天都很开心，天天开心就不快乐，快乐就没有烦恼，只有你不要来。说好话啊，存好心啊，做好事，做好代志，怎么做好代志？你做好代志，自然有人会跟你共事。你要做好事的话，主人有贵人跟你共事，有好人跟你共事。啊，你若所做的代志拢是你离经叛道，还是讲非常得意啊？这哪边该做？应该是袂嘛吼。大家人讲哦，这好人，这甲好人做伙。啊，虽然就大事情咧，大事情做伙，这是变的啦，哦，咱要正常去做好人，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人，啊，人好做无？你人歹做咧，因为做好人，现在咱卖个钱，卖个配套啊，爱假啦，做表面啦，爱做人看的，了，这咧拢是人面咧表现的尔，其实毋是。做好人，当中要作为顶天立地的人中人。迄个好人是一定要顶天立地的形容词，毋是讲现在讲比较好做好人，好做人好做好人，毋是。你心中要有一个道气伫内面，道气要挂满，你才有办法在阴天当中立地。所以这个天地就是讲天地人，咱天地人讲起来讲。这个就是讲生活当中，咱莫以为是目标。安尼若当中，咱修行做了出来，修行无离心，啊，修行无离心，修行咱离心无？修行若是讲，刚才讲修行，我这身躯上咧看，但是我就是表面看这，也所讲的，是修我好物。爱真真正爱有入法，修若无入心入去，当无去看内底。目睭看是看外口，咱爱看内底。我若说我两类啊吼，上顶有啥写两类，一日都够啊。来讲一日来笑拢都够啊，有啥写两类？你感觉奇怪无？有啥写两类？要你一只眼看内，看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内心世界我好，我比人较好，我比人好往我，我是有标准无？啊，一面外口是咧看外口世界。我有像你安尼讲，你看啊，我也像你安尼来惨嘛。外口世界你看像当中，啊，两米都看外口出咧，两米就拢看外口出安怎？有分别心嘛？两米目睭当中外口看咧，我讲，这个较水，这个较歹，哇，这个较老，这个少年，这个较善，这个好业，这个好人，歹人你看人拢对啦。两米人心走出去，是心走来。看外在面面叫做泛化世界，叫做泛觉。泛化世界，啊，人你都看内底好无？好简单。人你来看内底看内底，你就咧良心来坚持，了望自己，看着自己，看着家己本来当下迄个利结果还袂互你生命中。迄个唔对，迄个道理，迄个道理，迄个完全的确实。然后你来看家己的生活，哦，原来是种地方在做，原来是出来原来在作用。所以是阮的
先佛都无啥，先佛不离教，修行无离心，先佛别遐离为教。哦，等一下有得了，你先离下水嘛，咱咱先离下。已经这个水，但看咧，无讲咱看咧出大嘢啊，人如其名啊，这是较古啦。先佛别遐离为教。一个无共个当下内面，地卖众生，你讲叫伊要去做佛，迄是不可能个代志。啊，甲个物件是一定要亲像到内心个世界，一定要有经过个体验，你爱经过实行、体悟，而且呢还要承担下去，爱承担的，经得起考验，才有办法承担。一旦他去考验，再当承担，再当去更加个难。那这个内面入面咧，讲到咱人个，袂使个。啊，因为真正物件，很难在领域，很难在说什么东西，东西用科学啊，人做的去做，那么讲袂使去讲，讲是觉性，觉性是要看咱两个，觉性是要看咱内面，觉性是看咱所一切众生的所来。即是你生活当中若切个无去，你讲要平心，所以听道理，听道理。是因为有理，第一，最后是要有理。第一行呢，就是要知道，有听道理有理，连理都唔知，讲要行道较难。你讲要大家觉醒嘛较难。我是不懂理言道理，不明道理言明是。啊，所以现在时候来讲，听道理理都不够。第一是入众妙之门的，真是要入众妙的门的。咱知影你，咱知影你理想咱物件，就是因你知影做啦。啊，毋知咱要做啥，毋知嘛？你去哪里去采瓜，到哪里？啊，就这么讲我讲，就这里。啊，但是啊，你要啥？无知无明不能言，所以觉是咱的本命，叫做正觉。正等正觉就是正觉，正觉就是那个东西，正觉是不会是没有觉，你到哪里要说出来？要就是讲清醒家己心，了悟家己心，我直接说来，我心有啲啊，你来睇，我所以啊，我来我唔明，因为我这东西要改做面，我就做啦，就做唔做啦，因为觉所变就是内外来。因为前面咱讲新闻，你写时间2点钟无啥到，因为这讲的，你是讲正确上的代志。咱有时来讲，平常叫存在，老道的，听这存在。因为觉就是咱本性，所谓的我来说，性上两项一定爱分。什么性上分如？我看你我做无解，但我就是这个人，我袂认为我看你无解，来诱你我的觉性。关系蛮不是安尼。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很高兴；你对我很好，我也是这个心。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心。我看到物件的污染性，如果我晓得是水的，我哪里错？一种东西，特别怕。这个时候，就这个图呢，内面无够图，我可能就要。就咱内心定，咱就不到。外在物件互你说，做拢死伫你境界内面。啊，是问你要透过这个世间，要透过这个轮回，要透过这个生死，你家己一定要有定情，你才有办法去了脱你的生死。毋是道理听一世人听一句声，听啊讲我，学人伊拢会啊，讲的真系惊死人啊，做出来出去。你有骗人钱呢？所以咱人虽然讲我要用讲烧这样代志，等下边认真做嘢啦吼，啊所以用这句话可能就当无啦。啊，别讲了，先讲先败一两三句，
升降成败一念间。今仔咱咧去，要热，要天龙，对啊，一两头尔，一骹就扶转来，一骹就扶转我，这两头会说的。一骹伫内底啊，插伫我后面，这是啥呀？咱这是啥？两只三只两下，是两是怕尾也无聊啊！我你定会倒来，莫想我倒来。安尼对啊，向前行一步，真正就天堂，退下对啊，两步来做。所以兄弟姊妹，伊道理为什听到尾，我对这对标，这方面对道理的真实性，真实性无必要，无必要讲这是相是我家己代志，毋是别人代志。你知影来要成功、成败、要成功，拢爱如实修如实做咧。你若无食饭，你真哪会腹肚咧？你着爱食饭，腹肚会饱咧。如实一如实做，你用什么心？我这样说，你用什么心导向，你着先有什么给他。所以修方在哪里？就是在哪里。你心肯定对，你着先有心出来。哦，所以。我即段就是正见面时段啦，我看咧，歹势啦，无几问题啦吼，啊，说短看啊，咱就记认得。第一个把握家己，个少年人，莫等待，把握家庭莫等待啦。第一把握说家己，所以啥物叫家己？就是咱进目前培养普通这个家己。129600年级别的大概普通，是过去未经有，未来未经有，更有没有东西，是咱这个笔端注定，别人笔端不断到这时阵过来。所以我们来人生早100年人，可能有登记，或者办100年后无登记，拢来得早，啊不如来得卡。啊，如果拄逢拄三期大家保护咱多感谢，啊，拄着咱的一面我来，我都好，迄真正是难能可贵啊！所以把握家己时间，青春能够青春不留白，青春时间会过，啊你慢慢跟动时间，啊你慢慢我下晡进来，老师老来，伊后壁我会讲如何？时间若过，咱再来。今仔来讲人即马，咧利用社会，也是咧拍卖社会。这时阵你若这心拍无着，过甲过来。所以这有讲咧啥来？假期内面，是讲因缘若过，你讲风险要过来，不了还，咱出世，不了还。生生世世陪你分分，若无你分，你要出奇啊！讲你要出奇的心，你要出奇世间的人，有机会。所以咱即马都无分时间就济啊，咱则无钱，无钱变啦，靠大家研究，一书讲义，好诶，较后摆，下价低卖，搁干地啊，大家到变成拢共款。所以咱即叫在家修，在家修就是歹修。为什么歹修？伊迄个豪宅嘛，都火体，火体厝内底有火，伊是毋免有咧个意解讲，这火可能就是火咧烧啦。其实吼，火体修行，伊有火体，对你平常内底无用，对你出来无用。就是伊有火。有用伊的上火咧，甲你教，火燃烧，咱心态会袂着着，代谢袂着。我来是我来是公司哦，这个比人低哦，车费我变成咱是多嘞，变就是变。当然我跟你讲，这个款代志哦，这个社会就是，若无迄个动作，就不舒服。但是咱今仔日欲界咧修行，欲界咧修行，很难。为什么呢？药内底一定爱食，爱困，爱饮，饮来后吃饮嘛。药界世界内底就三个出名，就是困、
哦金，这就是国家。啊，所以这三项物件咱来控制条，你若控制袂条，可能咱讲分到不定个地，分到不定，价分无温存啊，碰到唔了两字啊。啊，盐就是阮人个药量重，啊药量重，愈重，咱就愈有名。啊，愈有名，你伫这当中要出力的。所以就是三项物件拢爱去克制，爱去管理，爱要清理咱人个不行，咱不行。所以伫这家己当中，过去千情命美，拢甲这时阵拢感觉伫这时阵，迄种，拢西方不老无啥，啊拢不老咩，有注意，拢无到这物件，所以讲三千弟子诸般修，道水运处同报问题，你上面就是办法解决。因为这个就是要打帮助的，所以过去诸菩萨把这个业务三不修完，手伫势，这种定好啊。啊，这个三不修完就天天都这条弥勒佛，咱这个就是弥勒佛所谓，所以最后一件啦哈，第一件件后边我咧乌羊皮啊，我咧皮啊，迄个乌羊皮，白是最后一张白了风水，所以咱讲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业年就是天灾地变灾，劫数灾，一切兵荒马乱与道远前，一切老幼同灾，这叫什么下面？一切兵荒马乱，兵荒，一切兵荒马乱，知道眼前，一切老幼同灾，老的少年应该都对。你妈迄咱迄个金角胖无？你去到后来啊，韩国迄总统啊，胖嘟嘟的啦，逐摆食拍硬生生，咱就讲都食啊做偌济，大家拢弄溜咧，咱，大家要食人认哦，咱就介搞啊你，啊无，啊咱若迄种早大，咱国民请你听无？啊你，睇囡仔毋捌小拍，迄个囡仔毋捌小拍，有经验咧，种补长话早大迄个死人咧哦。这个它在原子弹，但是另外它在长期环保原子，这全部千倍，唔是140万啊！方圆5公里内都不平啊，偏来5公里的人都画平，厝边都平了了。这真正这是叫什么？成都是已经是那种神经骨头，在讲是，像伫咧按到袂了，按袂了，按袂了，从你应该若线比较正的吼。你个写字就首先就是这么嘛，人生人的心内愈好愈好，正义愈重，正义愈重，这个物件叫重要。所以因为到刚到这世间是因为结婚时代啦，到到要创啊，伊还佫善男信女的，啊佫有着业绩爱分班的，爱分开，做有求到无求到以后生活出来，结出来是漂亮。为啥咱老个知影问呢？为啥会知影无？体验婚姻爱分享体验，分享一下，分享不等啊！你话你走要做找文咧跳分享，结束啦，真正正就无刚来时阵，74到出结果，迄边人拢偌先多，分多啊，这地方偌先多，咱这代讲就偌先多，我为大理体验40到拢无偌体验，就是咱咱是学尔，啊，咱就学迄个，佮好遐人教面跟大个你来煎这薄片薄，做了这运动哪会办？金小胖人慢伫薄片炸哦，咱运动员，那是个拢是5千多，无是5千多，哎，地球这个咱国家出手，那你炸起成为破坏，一定不破坏啊！我说难弄在地下地，科技都进步，摇好摇摆，炸完是要做来博人的，啊来用来发电是让利用，啊来博人的是博出产品，咱哪不改做？以后会事情发生啲。所以问简单，袂好简单哦。时间无长哦，毋是你我无闲哦，是时间无长哦。佮等下，时间无偌久哦。有做过讲一时人心来得来，万日千心必可离。殊知情是正来因，今生不能今生多，境内无是无出心。咱这时阵，这是你累世因缘所变来，变来咱。今生若无创，今生所应道理哦，你看当时啊，要大，啊当时有当时啊。所以等待的时间久咧，老实讲，
等甲人目睭变花，等甲思绪颠倒，等甲人变咧一时，等甲人心腹白疼，还是等到来讲离开啊，来求天、求佛、求地、求寿咧，求解脱，有可能啊。所以有寿人人，也讲变成在变成在。对吧？录下来哦，不要看离我。过了年了，叫老师鼓励了哦，讲不要等到 N 时才领悟它。来讲什么？我找这个名，这哪个？还是咩呢？错误题。你注意这地方，像这样我三个我就摆个等。我只要有讲我，我只要是别用咱咧会啊，是地位啊，你忙等咱 N 时吼，再来别来想啥？再来别红茶。忙等到无有可求时，他在刚出这个，他药吃来好了，你毛上面过些那种苗药我数这个，他刚这命他不丢了啦，阿边喏，忙等到这年要种的时，咱大方先，你是啊，特别是，你看少年妈妈，你后尾知影按慢，他做这个看代志啊，到啊是后尾，然后时间到啊，他要断东先啊，等到云林死亡的时阵，他是时候。要等到云林变林啊，死亡的时阵，就是咩时？有未？有啊，你老师朋友啊，等到你身体不清的时阵，咱要求不必，等到人头啊是啊，对我讲啊，咱要讲，为了不必，咱来下大弯，咱来下大钱，下大弯啊，个先去使用咪有啦。当咱离开人世当中，咱来求解脱。当到身心要分离时，咱来求佛。当然，遮吼虽然是这种所以来讲，这是一种爱，伊讲时间无等人啊，老天啊歹吼，时到时间老天歹的，就是个命呀。你讲这老天歹吼，好是叫会命，有啦，是有命。头少命啊，时间命啊，是咱时间老天歹命，叫命。所以讲。如果若是这样，你一切拢来不及吧？用现在做起，用当下做起，用当下内心做，用现在开始做起，用当下做起，用咱的内心开始做起，安尼啦。老师的处理好，对我的我个谁来嘅？所以时间慢等待，按忙错过，忙行袂好过，爱错过，走过路过看过，还被错过。人来拍卖，咧破小卖，拢有时间钱。啊，公司来讲，啊哦，但是要清仓大拍卖哦，一个哦就要1000年哦，啊后面1000、100年哦，你看贵的所文化咧摆哦，啊抢都唔出来，哎，这种无钱，没有钱人，无钱人就要抢咧，你就总做嘢买啊，啊，你时间来要错过，你是讲要当拍卖，当卖年，这时阵过这时间到，有的时阵。这个油啊，啊你讲那个桂林个两拿我讲，迄个刚刚可能去给到我了。错过物件要再来难，时间因明的过，你是不能两两天。啊，上天啊，你个精神个时间你都嘛，啊你是你以前吼，佢好唔好？这些人无明，后世人更加无明。这些人无修，后世人更加痛苦。因为时间加不用。新业甲旧业佫加做者，咱一定要唔准啊！啊，所以即若会当做一动作，会当修就修，唔爱存疑，免得存疑，免来怀疑啊！为什么来怀疑？伊毕竟去看袂着，有疑的人就是看袂着，有疑的人就是想袂着，伊想袂清楚，看袂到，所以拢用啥？用主观的意识伫遐咧，才啥物？唉，你想不可能啊！还是假车？食饭，爱收钱，会收分，哦，真正哦，到时候爱收多少多，啊，就才那骗人去骗人啦。但你做迄个有骨的，迄贵的，你啊要收分咯，很难啊。家己都无信心，讲别人袂收分啦。家己无到迄个时，伊先要做一个棋，意识上个物件用，啊用的思想用，经过看法，看有的物件就看无物件就无，所以有的讲有啊，无的讲无啦。
做世界有时阵无人看会着，要不然你空的你就电了，你电了创，安怎会倒啊？啊，你叫囡仔，你做爱讲，你做爱炒的讲来往来个问个啊，讲来我先问个咯你写个炒去，安尼对个，你知影？我叫囡仔你讲你炒，我叫伊来炒，伊就说不要玩那个东西啦，卖算啦，教袂晓讲个就问个，对，说你，你做咩安尼就是电啊？啊，迄种物件因若无迄种物件的感觉，伊无感觉出来啦。风啦，物件讲袂着有诶物件，世界上无嘛。啊，你讲啊，比如诶是迄物件是爱什么物件？爱嘛看无，爱就是我爱你，你爱什么东西拿出来给我。你个爱内底想是啥物件？很难解释。因为爱足深厚伫咧内心世界所酝酿的迄种恩情的。所以一些观的人，你没想过，伊迄叫做断灭，这种代志拢是道理上啦。我一个朋友，我里面听到你讲，骗人个，真骗人。人死就煞，是你跟你讲啥话，死都无看。我讲是无，啊人若死就煞，这地平到3年就死好看啊。啊是咱过来，轮回，煞是煞咧轮回，过世是过别人死叫过世，啊煞是煞咧轮回。继续刷嘞，迄个刷轮回去刷，哪有刷？过别人死是过别人后那个过身啊。所以咧，若无不用智慧去判断去看，啊用猜测的。所以咧，刚才咧，美国有电视新闻啊，也是伊弄伊做看到，啊但是咧，伊的物件哦，变伫墨西哥这边，我过来成功你的，啊你这边伊弄伊做看到。这一篇新闻经一台凯迪拉克买卖1箍，哇！这个你敢相信？即马有一台面路买卖10箍，你要相信无？哦。佮用电报纸大家买卖，你敢要去？贪啊！你个回来听，大家都讲啊大呀，这台来去啦，贪啊，贪啊，啊别讲他了，可能是个，这个个贪啊钱啊。安尼意思咧是，贪啊，安尼就是讲较粗浅的，啊，迄个话去听，10箍银，你真正买10箍，还去一只超过来10公里咧，但是按我看讲，这个容易啊，贵啊，啊，真正10箍，咱贵到10公里，买台车就老简单，伊讲啊有可能，伊毕竟讲的你是袂了，来，结果咧，讲好啦。啊，无咱当作互骗啊！为10箍互骗，坐飞机啊拢出国啦，我就这坐。迄阵咧到门口，这车咱唔好练啊，无咧，都无练。我袂顶大，我袂讲快点嘛，那个点收，他讲，哎呦，伊有个讲，哎呦，真正心变变咧，变有心咧。哎，真正有咧，老爷爷有我嘿嘿看看，你看伊个，哎，真正多爷爷咧。哦，我咧啊，这台车，后年那个他说爱发无，我爱发咧，我爱几年，这台车好呀。你太太，我太太，你肯定这台车要10箍，你点了我点，啊要10箍，对啊，10箍，啊你有参考问题无？无正常啊，啊这车好10箍一点，我就点咩10箍咧？好，哪里来跳下来？用我们这车票下来才能。对会哦，对会，真的10箍银。会晓想咧，伊那个能力太大，出啦。啊，你为什么这台车干来10箍呢？我卖10箍算袂歹啦，我卖1箍就足好啦。为什么10箍？因为阮翁生前为哪生前所留的这台车，伊讲不管如何你甲卖掉，要送就是要送回小三个啦，要送回小三。因翁交代，伊就为着要遵守因翁所讲的伊的愿望，我才才为甲卖掉10箍，那小三10箍，阮安尼后悔，10箍后悔。伊在下面这个都还拍袂到，都好烟。伊是安尼卖10箍的啦，啊，所以真正迄扣着尔无？哎，今仔伊来讲为求证，无去纠正，无去判断，无领机会来哦。所以咱今仔讲，今仔倒伫咱头前倒上门平，拢俩讲你来做不会吧？
咱若无向上去求证，向去了解，咱进一步去学习，咱求道理啊，拜拜比拜拜，安尼啦，讲同音嘛。无咧比拜拜，这个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同音，拜拜我，连个拜拜也无来，为啥无来？因素吼，无出进一步，今仔叫做咩来随意。依四七为最来做，第九、第十、第十八，直接来做法。你怎叫做真个回来？还是不算的，我会先我感觉现在你感觉，第二个关系，第二个第四个题，要了解。背后迄个特征，迄个程度讲你啊落去咯，啊你这拜拜落去生活，进一步了解，哦啊你个按进步啊，搁较好个步咧，较优秀个道理咧，也是较好。所以先把这摆分落起来，分落去迄地方，你要会有大部分有电影的机会嘛，零调查，你就安尼。所以呢，咱这疑心的当中，有做讲来要破疑，来要收几点。贪嗔痴慢疑，这几种疑咧，这是咱人的随眠烦恼，六大随烦恼，也是其中一项。伊讲来要收这疑，本来收我袂记，我袂记，但是破几劫，收几劫过，这疑咱破会了。咱收3、5、6、10年破这疑，较简单哦。因咱破见这人都能出疑的啊，破无，啥是安尼，啥是安尼，啊为咱咩？伊安尼爱证明啊，根本若无证明，你发界内面，你发现内面就破无呢。我很难在了解，你是都听过，是经历过，所以道理甲真理无关。咱你免讲道理，啊，有做者讲真理，真理是伊亲身体证所行过来迄个话，亲身体证所行传出来讲出来嘅语。道理是咱进步前咧因别任务，要互伊无了解，进入到好慢慢了解，迄个道理嘅部分。所以咱袂见到去纯做迄太难。啊，若无做咱咧爱好诶，对袂无到无诶，遐菩萨都安，做这些遐名嘅道路咩？听了欢喜，能信受奉行，拢信受奉行啊，欢喜啊。佢做地講咩？做嘢人哋要叫佢所謂，重點招，業障根深，煩惱嘅多，煩惱偏大，亦都偏大。即係名啊所別當中哦。对，大家的经历同埋道理，阿是无可能的代志。讲袂成先咧，讲袂成小编，讲袂成，就人开始压。啊，与其安尼吼，与其然后，咱当见，即用意不能当见，哦，咱就用意欢喜，就是大家讲咧，最后咧，孙那个啊，一切一年会不休，没关系，具体的一年再来。你本来讲简单，咱咧算嘅根本就无说会起嘅，当然，西方一讲地球一劫啦，西方一讲咱地球歹一面啦，当伊嘛看咧，讲手掌都几秒钟啊，都还袂1秒钟来，伊咧讲嘛都还袂1秒钟，咱世界就无去啊。你要人西方说，西方世界变，啊，你再谈几十年啊？几十年啊，生命年就安尼大家，我讲咩讲，爽歪歪安尼就对了。我咧慢慢说安尼，你讲啊，出去摸咧，你较错咯，就咱爱出去摸咧啦，啊，就安尼讲哦，贵啊，你金融地几百，你什么贵，车贵安尼摸出地，佮人个数唔知啦，几百我来办，叫安尼代表先啦，你是先安咯，但是先搞嘅，但是先搞嘅啦，啊，你讲咧。来，这方面先得了哦，你讲的时间，我到几点了？7点了。来，接下来，以下是给我们老朋友讲好了哦。求都是语言，学都是良言，烦都是做心面，修都是再让心就不连。这是第2点了哦。第3，讲每天那些唔通心面过劳补习理解。求都是语言，咱这个东西，家己吹来。有人讲，我们这讲有人求，
我想要做天气呢，有无？那我包两包呢，有无？无嘛？要互拖来一个机会，你是要拖啊做咧？要看啥话啦？要拜啥话啦？比如说，做奇特一点。那我这所在大家咧，我想提议人，啊，你当然后拜了去记啥话，再报这个创啥话，这是有看。所以什么意思？你传我的上好。所以得看你这时阵哪里，内底拢来讲这些，他来一直做了我的，我本感，我知影哦，你本来无情无变，无来无去的语言，这么是就是本来就是哦，都传我带过去，这是就是。啊，咱做人人生咱会放空的，人生会当放空的，啊，生命会当真正正真啊，往往是做少，我这时阵来说，所以叫做是伊的奇特的因缘，拢是咱的因素。咱亲戚朋友，甲咱讲，甲咱道，毋来讲几年，我讲是18年，我做58年，58年到道成啊，但是18年前我一年来一遍，有来一个礼拜一遍，有来2遍，无简单，我度过18年终于来，人都特别大好，回来开门口就我旁边，我就打电话。两个第一天打惊住啦，啊，OK，啲星期二咯，我啲星期二一定星期二嚟，你冇咯，但係大家講，好煩啊講，為咗大家講，純粹係叫大家歡喜嚟講，有人歡喜嚟講，你話你無歡喜，你叫到嚟拜拜啦，你是拜鬼啊，你拜啥會？但是你你拜啥會？你話講真啊講，然後你講乜嘢事呢？今天你是鬼了，你說好啦，你來啦，好啦。anh bảo vì đã xoay là chúng tôi đã xoay là thì còn ai xoay đi béo đi ăn đi bà các mùa ra vậy thì tôi bị quật đã xoay có cái nào để chỉ cho là khô nó xoay rồi nó xoay trong vì là có cái nào chỉ còn cái khai là tôi bây giờ xoay cái gì nó không thể chịu thế này nó bảo không biết là áp kia này áp kia vô nó xoay cái nó chơi cái béo yêu thương tôi yêu kia làm quy phá và một ai thì đang phá này ăn nha cái chủ nghĩa này ăn cái này ăn có là cái này dạy à ủa sao chỉ là những cái bài à không chỉ là bài mấy đồ yêu thương rồi là gì là không方法然後坐喺小電東啲閪邊叫嘢啊揾小電子走去進但係呢個其實表面嚟講話嚟嗰按拉嘅好可以定係坐喺閪叫嘢公安嘅做法嘅你小電零件啊，呢個把坐喺這個嘢有分當嘅我出來總嘅出來兩間啲200多400我呢隻家庭嗰啲個人若無讀書家話厝嘅人無讀書，叫家話就亂，家厝啦，厝就亂。你這家庭已經足亂，就是足亂。我講來不斷來清淨，來消業，補償，來無定消標。如果我來，你聽咧，我把這個就講我唔捌睇啦，我話你我啦，你是聽到你聽到你你人沒睇，別再睇啊！我查問啫，一特登加來嘅當中我當時爸爸嘅嘢，啊，本來就係你啊。啊，佢哋鬼睇一人就你咪聽，啊是矛盾，有種。但是伊是這種說呢，事情冇呢種說，方向聽好啊，來叫到來，伊外人就安尼，嘛是啥人？叫到尾啊18年韓語我考出來18年叫到20年。但是伊沒問題，我們沒有放面前啊。老師說你不修。現在很奈何你，你唔行唔修，你話冇奈何你。現在我管你啊，我來以後給你修正，對不？這是一個語言來叫做語言。咱來學到，咱是咱做好研究嘅。咱今日若要進一步，到現在無使講，愈看愈深，吼，愈看愈精煉。啊，你個精煉若出來吼，2年出來吼，咱就慢慢有成經。成經若愈在身頂，你就叫成經啊。呢個嘢嘅劇情啲叫成氣，以後就現在係成咗啦。呢條即係嘢都冇做出嚟，所以這是即係其中有嘅因緣刷開呢，其實你因緣一線牽的叫做看的別燈呢，其他別燈呢，誰跟誰的因緣都做
咱对大对人物菩萨要来换做好个，咱对大对人家要来换做好个。所以讲，求咱係只求，我係求我哋叫求因緣啊。講一個啥？求行到就是要講做好嘅，好嘅若做出來，人見人來，唔是人見人驚。愈看愈假嘅，愈看愈古水，愈看愈好嘅，人就生意啦。若過來有機會來時陣咧，慢慢了解來，全部來辦到來個做清潔。佢盡間七個緣，有成為肯定，先發人才。另外地主，收5世、收7世、收10世，5世收到7世，就送進10世咧，做辦人員。這因緣足深呢，做事講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也是因緣所累積出來的因緣，我們不要放棄。人講過去修水到這時都放掉了，你無錯，你這就是我哋辦道當中傳不得無，傳不得無，他們做些有人進來看過，有人看過。不幫咱看過，我來做義工看過，我來載人來看過，用車載，沒有錯的。車載攏大連貨，這台車大連貨，小講幾個地方，這台公車，這台咧載貨車，這台咧載貨的，攏有連貨。所以車哪有咧？咱有大機個，咱聽不了，就種機個啦。修得離行，愛離行，這係咱先有嘅。我們真正修行修道，一定愛離行，愛康過做有類。但到忘記一下的，來到不離康過，身體力行。哦，不對了，愛身體力行，身體力行來講，愛依照標杆，依心中行，依心起德，是我對我。做互咱大家看，毋是叫別人做我看，是我講互我家己來做，毋是我叫別人去做。離行較尾上是家己去做物件，修到離行這項工作是家己要做嘅工作。你若當中你有機會就愈深，你愈深，你會愈深，你要成就機會就愈懸。所以你若有善緣有善念，你要講叫我哋做攏知，出代志就做就是咧，就要做啥？因人工作咱一秒鐘比咱人咧看到較緊啊！你車命啊，一秒鐘若車到200公尺去啊，對不對？比如你今仔要超迄度，你看車人比較多出嚟咧，伊講伊咧我地個時候發生超時陣，後壁恁啲車咧，伊使代志 ，Aris 前我。那个多少钱我？他有有车后壁有车后壁是恁这身基本啊，情况基本在挨那些基本有那个地龙地妈妈，咁就对。伊讲家己一条线路啊动上就行。车板动上面，动上面后头有车头后尾过来碰到伊啊。上面的车是80速速度已经走稳头3公尺了。客人就关边安尼。伊家己本伫遮坐拢点面走头边，你也面有吼，也面有老有我算你都，你地上车拢没看到绑，不知道好点。你太太说，你跑到前面干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啊。啊，你要提笔我调你得，你知道头前面我把车动来，经常跑到边。今日若无阿你，你变命错。那种是活动，交通定下来。我哋要阿咩當時，別人做我送我，我冇代志，冇代志啊，直叫先。啊，你真係冇代志，你乜都冇代志咩嘛？差唔多。我做教授唔啱係不妨派佢講拗叫上周我呢個先喺度話，三個月應該係點樣對，因為應該係呢個情況咧，叫做你啊一點話語，係冇使佢使。一起力，阿姨找回给。某人家属有没有来？某人家属有没有来？在，抬出去。你什么不是耶？人家跟随我地方，听懂没？蔡长军的家属有没有在？蔡长军的家属有没有在？
我一个，若无人，我代志都叫来啊，我老板就叫来行行咧，啊，我对遐搞搞出，啊，其实哦，师尊伊拄讲要上因弟童年嘛，我咧想我哋讲一个代志，啊，像咱对方一尊月菩萨，那风到遐才就给他用迄个电个月明菩萨。你看他是同一红莲，这南红莲的一边提供，啊，一个出来，后面火去行命，这个全是你啊，那个来，啊，伊要上这个救下的时候，因弟弟就发现了，叔叔讲你不代志，不代志，没事情没事情，伊无敢把人忽悠，伊小弟整把忽悠，叔叔讲你不代，老师讲你不代志啊。你不得不得，你该多少有些个？你有个别亲民中的这物件，这言，这个重点是你，这个人好出来，不要讲。你个教育就是先，这叫先例，基先的先先例，这个先例就是叫做做例。你言若手，什么物件你讲的？免求，我讲你。小鬼头，慢慢二小鬼啊，这是讲来个，这手机啊，在时啊4、5点钟要倒退，我们像倒退啦，人啊像倒车，倒入去啊，摕倒顶啊，就你出来点，啊，水无去，就紧紧的，无去，无去免哪免啊，啊，这爱报警嘛，第一，你若 iPhone 的吼，iPhone 伊本身有卫星定位，你毋通关机啊。拍手机伫对拢知影，这个伫你遮拍，伊就遮随随啊。爱往来有名，但是啊，我这无咧，无我讲见就我啊，为什么伊咧搞我？你这个你中大时咱人家己看啊，会说就爱学手臂的，无，啊，伊咧本身本就出个，我你本就说，我来个不老板，对吧？不行了，我啥事了咧？但是无一流咯，一流味道，啊嘛，对我毋知影，啊，你拢是。结果呢，到尾啊个时阵呢，咱民收容所拍电咱民收容所啊，我住伫遮，啊手机啊，无去伫码头，走去码头个，我人行新尔，啊手机啊走去码头个，啊迄个码头叫，我这边有人伫我高雄个所在呢，高雄个后院咱民所啦，啊迄个咱民所跑阮左边，我左边跑啊，伊手机是用无摕着，我无摕。啊，就爱倒去过啊！啊，结果呢，这几个是安怎来？佮走你遮来，伊讲是解药啊，我来给听，看太咧，就是你安尼听，我帮伊个，啊，迄个解药啊，你行到路边，不然是安怎？你拄来检查啦，啊，伊看来检查比如说，啊，你家这安怎药？你操个药咧！啊，你老手机啊？我袂错啊，我袂使我手机对来，后面啊，哎，伊问咱讲这个啊，伊讲来，你来我带你来收容所，伊这无定机啊，无当车，无当来我载个，我甲载去个收容所去，伊公司伊民所晓得，甲偏向做个大民收容所，是讲这有啦，用咱是用这有收容。去了呢，这个手机去了，都爱去等到拿我手机，注意嘛，做后面啊。你游泳一工手机啊，大概无当等了啊，啊，搁再无我等伊，啊，手机给我这无咧，我免无游时，我甲伊讲，啊，就毋知我做啥物，这第一个代志，第二个代志，我机车无去，我毋知过桥头班车无奈无，这是做啥做啥，这是无拢正常个，但是我机车我伫暗时啊，两点12点啊，以外无钟我门口咧。我无精的，我空时啊，我车呢，我哪讲我车咧换啊，佫遮好势啊你啊，对面是5万嘛，后面新的5万多，8万、7万、6万，基本上是对，我第15万年当我车，你讲看你就当我车，你着新车爬伫边仔公司路边边仔无人，你好点人加负你看要看，看完我，你看，我违法我。我车我是台呢，违法我才是台，就不你。我讲
为了那个迄什么，反正别讲安尼做，我甲考一个考，哎，看你行咧，唔敢拿走，别忘记了，先看你一条街，两条行啊，看你入，我咧水了路遐个考遐过来，我看，我甲，哎，我咧看啊，我摕个我看唔得，我摕个看个看，我奇怪咧，我话我伊看我奇怪嘛奇怪，哎，你看出来。我是讲，我看到我一个进了，我不要动我倒吗？那车过来，动倒归我，我车嘛过来，啊等我一个车，我弄摆弄了过来，你的车嘛无连啊，我连个进，你照我进，啊，对好，啊你车大台车你行啊，你就袂对了，你大车车我行啊，你就歹无啦，你个后面说面，而且中间我车从头看边，变成叫，从头变成叫行啊阿边去啊，我。以为都是冲动的，那这这是在台湾那边啊，大家就开个票啊，不要那别我公司啊，除了物件我弄啥呢？我在小路看到，虽然有但我想物件钱哦，但出货业嘛，你但看机车，就为了你来看几年，为了你来做这笔的，往起往好开10钱，啊你来添嘛，我也是，等等那些，我这个做上轨道，我是有别的，我唔敢讲，也个，纯属比啦，是讲，家境差不多啦，唔做歹啦，啊唔做好啦，啊现淡薄些吼，啊袂歹亏啦，啊买也是钱啊，啊对啦，往大个往远啦，伊有吼3工来吼，我都好去的，我连这个小时阵，嘛是行，我连讲买，无咧遐讲啊，这只差唔敢或者做些比无差哦，比我好讲的，真正第3工做零，第3工分，迄个树伊路遐，迄个另外分局拍入来哦，无人你车无用，对不对？啊车咧，伫阮兜，伫遐，我伫我车咧看，我咧看我问，啊车哪边车？我咧车是有尾啊，有尾啊，知影叫有尾啊，啊另外咧我地方山，你迄地方山，我地方山看咧遮，较奇怪，你管区就伫遐，你伫另外区，啊你迄方山区，甲你着管区就管区，是啊，你个车这走咧干嘛？都拍见啊，是毋是边个问题有啊？都看遮来。伊个我看到这些，看到，安就无代志嘛，看到。所以有时讲，这个缘，你若是良心的物件，好到是家己，好到为人起码有影，这个家庭本身到底会来过好多钱。你若顾家己，啊老师讲，你拢做无，你做个顾你家己，你老师难免啊，你着做到啊。啊你若讲啊，你着为人的起码牺牲，为人起码方便。你真正就说行路路就是安难出了问题时，人心都感应的，明日当时都好。我这是用这过几十年来40年来，我认真这40年，这个过程来，我的心得，这是我爱我真正感应的，真正可以。你爱真正付出了吼。第二点、第三点、第一、第四点，A B C D O E 第4点。敢为想要敢为天下先，唔通想大了，好是而且，但为天下先，咱爱想爱徛在咱头前，唔通讲你先比，你先比，你若想好安怎？用观摩的，我有想拍卖机会，我再来看卖一个，唔是安尼啊，那你有机会啊，那中奖我头前对，你肯定有机会啊。但为天下先，一行在日头只有人头前，你唔做，我来做，你有想过什么事？啊，人讲讲大家，我来答，敢为天下先。你若看咱即目前科技上厉害点，也无错，比尔盖茨啊，同个的，因为伊徛在伫巅峰的关山的顶面，徛在赶的天的电路上面，挑战全世界。你看，同个人变出来用这个特别来啊，就 iPhone 8，你个 iPhone 9啊，变说按少年的一个地步的，哇塞！咱要谈，徛在敢为天下先，你看老邦、航母、真实王间，拢是徛在假头面啊。无其他有天啊，咱今仔想办法，你就是要一席之地，你要想着咱真正，希望里面有咱以后这一个各位，你上摆你讲你徛咱头面，啊，
半途哩，你说啊，歹啦，我无想要讲，你也知讲，不可能揭露出事，调起搞事要做。啊，感谢台湾所咱们咱遮啊，你看，咱们这属我一定有面试的机会，只能叫我面试，我这个是道，唔通想大楼保持人生。住先住住落了，起落了，起来过来，啊那袂当5分改一钱，啊无行改后面，但你睇我5分，啊咪一钱分，啊唔好来1钱5分，啊5分改一钱，啊后行改半，啊人个心情心态无点对，会叫会就是三杯水，会发现无所谓，咱名字所，啊咱3杯水就咱会定会摕啊，咱人是。变来变不行。咱要行日天哪些当中，就是一直来勇敢的站出来。是不来，这个那种老两个问题啊，老两开个年，最后2点啊，主动出现，积极改变，牺牲奉献，必有人见。哪个学？主动出现，积极改变，牺牲奉献，必有人见。你今日大家都说学堂，你有做哪里吗？我们是啊，我们是没有出来，你无咧来啊？互人名真是啊，做节目人你写哦，我人你写，我知影。来看你，我袂记你名写，我袂记名写，这无啥错。你要主动出现，积极改变。现在唔捌你，现在可能别人你手无啥，我前一面，必有人变不对不对。哦，所以徛伫干的时阵，天老先当中的时阵，起码谁咱输出来啦，啊是个问题哦。这个华联为了这边在水电区后边是我们的哦，咱西湖红线吼，用书啦，用修书吼，第5这个家己，用咱修书第5家己，寻觅真迹，找觅，真正找真正真经，而且一颠动探究恶究，一登堂探究奥章。咱啊找这真经，真正道经、易经、天命经，爱到天龙里去探究这奥妙的内容，你就来探究。要无你大门口看，但是你看，我哋叫做到电看嘅，都无入来啊！看嘛看内底，咱说嘛讲生这个，求了然民心，了然民心，爱求咱了解咱地方，咱本来特性。我这个心是安怎来，变安怎等，我是安怎心是安怎变化。什么有这个什么差异啦，有什么优度啦，咱咪贪心心机，哎，什么无做这遐物件，标我完全。以后呢，咱标正的知道于心，标正知道于心，标啥？标正家己心。但你是你个，我真不了，有想真不了。你还可能还比这个听出去，这个已经不了，这个是真不了，这个啥的，这个已经不了，哦。有修正规定，爱标正的知道于心，然后呢，甲修道之心，甲放入咱心的。入了，爱真正修真修真理，假修假理，无修无理咯。真修真理，假修假理，无修无理。一定要有真正伫咱修，然后呢，咱明辨义理，义理之分，义甲理，爱去辨别。什么时候要办的时候，咱好吗？什么时候咱赚钱，时候咱赚钱。该我们放下放下，继续高度；该我们赚钱，我们去赚钱，不要回耽误你。要分际的，说我考的时候，这跟你字图一样，别违反，这个在一起。那高度，啊，对100个翻得出来，按键翻得出来。但我人能够先锋，现完，哎，换一步，但是在先天当中，哎，小优先的哦，要来要稳。这是好啦，我讲咱大家是好啦。第咧，会当拥抱人之正义，咱个抱人之正良、正心、正心的化心，正念的化心，把那个道气引然就明爱做出来，主可忏悔尧舜禹亦不就不朽啊。咱家咧抱人去做出来，抱人去点样？较有
污染心，较会贪心啊、嗔心啊、我慢心啊、跳过心、破过心、我慢，啥物拢无迄物件，迄是咱人的正心，迄正气都会领的，讲来听咧，看咧知影，道高就好，地高不是天，你道高龙不会，你德高连鬼神都亲灭。你见到我是嗰啲何時？而家我哋看呢把啲地有企喺度 L 嗰隻個人咧，唔知啊。我看了我係即係地數，之前咧前面用過，即係個何時用得知。你哋當常規標準啊，吼，你即係講啲唔掂。逆變用大人嚟，非常方便，憂氣萬載，你非常多說過嘅嘢，靠你在心王，你的王，你六七點在問你。顯破力書先提醒，上保你死生之性，顯破力初心先來分析。我做學語先平平做練修，現在呢，呢個長我講不計毀滅，夷陵達到經濟學級別，咱來理解咱來得到當然你達到都超級嘅不能理解咱點解，但最起碼道理中心咱來相處，我愛修修。天空啊，小心；面頭啊，小心；面面啊，小心。每一個人頭攏總已經很知了。啊，你一個就知影啦吼。來，咱看後壁講啦吼。這是咱師尊這部年才擺寫啦，我念念個吼。這有咩含義啊？但是知影要咱念。過來，及時修行來下點人吼。及時修行，剛坦人心khó斷，力量。做把握家庭6點是及時修行，人生苦短。來，具體啊，具體修行，及時就當下，你在聽我，具體地說一下，及時。幫我阿媽從頭練習，所以我來先講。生命中的活動，等無，人家不等啦，一起不來，就是後世。我是規矩呢，啊無人去後世啊，因為，唔是講啊穿鞋啊，過年過咧，迄個咧，穿鞋啊，然後上床穿那種白河鞋啊，鞋河襪，啊唔來明天他們起不來。當你困講我鞋啊困來困來明仔嘛，再下當對起來穿鞋啊去收長。有說過，生命在呼吸之間，生命是呼吸咱命，這呼吸也無去，你後生啦。所以生命風底都切都切，速度快。但係地方啊，地方手機係都係掛啦，嘛唔會嘅。我啲啲啲不說比，就是唔對就是。說比水內底有光有心跟你是，你有空氣，啊一起過來，就是後生。所以咧，簡單人生苦短。人生苦短，什麼叫苦短？用功的人時間苦短，但你用功真正的，你用功人人生苦短，你要聽得懂啊？我用功人耍的人，暗時啊，把心無拍幾遍，啊是咧拍出去天光啦，咱到邊啊掉，咱到邊邊掉，咱天光時間足長足短啦，因為它是短，因為它是時間算長啦，因為它講啊時間真無咧足長，啊無咧咱拍咧把心無，算係苦大。但真正是人生苦短啊，是真正。但沒有辦法掌控我們自己，所以隨便找人玩來，干這個啊，這手邊玩來，大家講啊，某人明仔要搞，你得玩了。啊，人真正來知，我今仔要搞人點吼，就是想來叫我，你三些事情不切切的嘛，啊，就人要甲你交啥，你就是歡喜哦。我老師要來啊，我人你時間到，你已經到啊。欲知始至，必然超脫。雨滴啊，雨滴，你哋知雨滴千年高，迄個你超脫。至少若是阮上經歷有簡單嘅，你看一網絡，迄是阿桑，可能是比較沒有迄種，啊我等下，你看迄條。徛咧咧，要回去啦。你再聽，你再說。師啊，我咧轉來。師啊，我咧轉來。啊，未轉去，徛到迄個回波。咱個時間到，咱換轉來。
迄是念尾的，迄是专精一致，专心一念，无上的心，专心一定。所以咱的心爱保持坚定的心，一定爱安定、安定、安定。时常来，时常看，时常做，时常了悟，时常动脑，时常说法，到底我咧有真正要行人生啊。所以来讲，人生苦短，咱着爱把握时光，把握时光啊！我跟你讲，英雄人生啊，好汉人生，工就用，逐年都用出来。逐年都好来讲是很重要。啊，就是安怎？就是讲这世界不改不长啊！啊，不改不长，你要哪行？你爱啊把握讲，这人生无常的当下，你要知影，过你就出。把人生无常业了吹灭，人生无常业了吹灭。咱人还遐紧死，你叫伊吹啊吹啊，无吹袂死啊！啊，遐咱代志，无甲你吹，袂好代志吹啊！啊，咱讲着人做狗，毋惊业力来走。你若讲着做狗，我就互你讲着来走分。做狗搞狗啊，我互你业力来走咯。对啦，迄时头我讲唱我阿弥陀，那时我来死，来死我是人生无变啦。人生无常，业力吹灭做对哦。啥物叫无常？你来要叫咱变。哎，干没弄着啥个？无弄着啥，你嘛咧搭咧有够菜。迄个无常。套大推门，推比大要。哎呀，我踩到1斤，踩到佛祖，害我大吃1斤。你这讲后面，害我大吃1斤。1斤。我逐日高山，我同样是条啦，记1斤可以1斤啊，记啥个斤？呀，斤。一大吃1斤啊，即摆讲，我逐日高山，我大食1斤。讲你蛮讲啦，免讲蛮讲。害我大吃1斤，大吃1斤，这个鸡，我老师讲鸡1公斤，鸡1 N 斤，那8公斤，每日1次。大吃1斤，大吃1斤，我啦，无常，大家要回得出的，那嘛是无常啊。你要甲见见，啊，现在做的代志，可能料想袂到啊。一切拢怎样？不如你所愿，毋是你所愿的。无对个咧平嘛，对个咧放荡。啊，所以讲修啦，修不在接受，所以过做平安咧。啊，修咧，那个你是一个，即话你是2回咧。哎，艰苦啊！迄个未过关，迄未过关，啊，遐退遐好，业咧吹咧艰苦。啊，迄个做着咱台湾过过来啊。人家许配山哦，有人许配山家吗？没有，许配山啊。咱这单位吗？哦，爱上没有？啊，是咧做地个相关咧。所以讲最好是讲用早修，用早办，啊用早用面来叫搞好好，今日日有点糟好点。哦，所以难为如世间不如我所愿，很难为，毋是咱所想安尼。逐个人拢所想安想拢往满啦，白厝的人讲，袂较悬诶，要厝讲，我要变较俗诶。啊，咱老公白，伊要卖广，我袂俗，安怎先讲？穿衫讲，咱想讲比衫多水水，啊你穿金戴银出来到何点？穿金戴银啊，穿金嘛，袂较顺安尼。啊，无有人咱穿到水水，看顺鬼，看顺鬼啊，要惊死啊！伊若有遐看出个人，会了比咱好，比咱整个厝较歹，不包括咱遮老婆衫较歹。你若看影生哦，迄文化看迄个看什么咱比咧，退了拢死色，拢变死色啊，变做死尸啊，然后死人色白色不不。我说来，我说来，你用什么？就像回到头，那边咱世界拢你是拢无保护伊，咱面前变成做，哪位那生哪位那变色个变变咱啊无色了，啊老话老准，啊等到水水咱就讲，啊你唔看顺气，知道无？啊但是现在就了，适当的打扮，淡妆出门，
啊，免咱个人做个为咱活，现在为咱无头咯，都被讲到你啊。世间不如所愿，难为歹做啦，敢歹做，讲一个故事，咱这故事怎样？但有念拍天下，哦，像这诸侯母咯，这故事好听好啊，但有念拍天下，诸侯母这，啊，为什么伊拍天下诸侯母这？你嘛唔知哦，但你有因果伫咧，有因缘伫咧，因老母变来从食饱了，伊囝咧走去啊，骂天骂地安尼，啊洗碗啊地啊念啊，教我啊听，哦，你听咧，逐工念，逐工骂，老母。啊，但有了是咧拍天下，要做地，做母听咧做红红。讲哦，啊，这老母啊，这个囝咧，啊，但有就歹，啊，老母做皇帝啊，都讲害死人啊，讲一个人太少了，啊，因母啊骂天骂地，袂通，到时讲一个修行人，了了啦，这个坏，迄阵但有良是要紧啊，爱好，现在好袂停啊，骗袂停啊，这说都比较坏呢，愈硬啊，我骗你啊，骗你啊，你坏，你到社会，走，唔爱好，你都会承担咯，你嘛命啊，啊，就是咱我咧讲什么？我咧教，昨天囡仔就吼，几啊个无容易对上。你甲你囝跟两个伊较转来就别安尼，就点伊啦，啊转伊吗？啊转伊，啊我转刚变啊，变中母，金龙变成龙，哦，龙到变中母，结果咧转来水里，中间水了，哦，我哪搞啊？结果安尼咧，因为你是太袂，你上天所排来，你千分来来甲破啊，你甲破伊这命底，这因缘。无安尼当中，若互你做皇帝，这辈子真正拢无啦。唔知是怎伊拍到最后当中，就是有错的。所以咱人因缘当中所做，一时一地拢袂造孽。我现在讲嚟哦，人为人，咱为人做这个啊。咱来看，从这三个人的意思讲就叫做苏东坡的意思。苏东坡，严重去苏东坡到附近啊，拢知哦。苏东坡的精神是七界经啊，不然叫五界经。我以禅师行，戒身在一起，七戒身，但是因为伊做了无能够倒开来，来做一个汉人的苏东坡，但是你有方这个贬值的去变啊，你话去变小了，但是嘛呢，贬值个词，但是伊都无感觉啥，但是各位感觉是有诶。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如果人生真正无来啊，世事一场大梦而已啊，人生伊都是秋凉啊。我感觉人生感觉安尼尔，但是伊拢伫咧中国文化真大，中国诶文化。哦，迄种迄个教问题，咱到最后咧，爱拜佛以成书。伊啊咧一批打破一些，后面就那我啊，其实我也才是来叫师生习间生人生的师生的。你要看李后主，李后主就是宋真宗时代，李后主哦，也免个李毅的。哦，日历。你晓得玉嘛？还有玉啊，李煜。这个人李后主曾经作为皇帝，结果伊个伦理家下求咧，我做皇帝，佫要做皇帝乖，唔要做就是皇帝，跟这个这是好的了乖，但是这个来连乖，啊伊这是皇家的终身问题，曾经成为皇上右路的这下球，人生真正困难问题所以当中伊就写一首诗，写迄阵的咧这下阵咧写一句诗，那是也个余勉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哦，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知远来。只是自是长恨水长东，自是长恨水长东。伊写这当中，伫我当中啊，都无啥代志。春花秋月秋晚何时了？乌树地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有啊，这个可能够要判无心，这个就容易判无心了。那两个观点，写下这诗吼，就是判无。故国如也不敢欧阳，不堪回首月明中。小楼昨夜东风。雕栏玉砌人家用人家雕栏玉砌应犹在，朱颜改名改变，这样改变你啊，所以做官的无奈，没有办法，今天的是安尼。到尾咧，宋徽宗用刀来抄袭，用刀来去抄袭啊！啊，要抄袭之前咧，一个写一首诗：莲花谢了春红，莲花，啊，你谢莲花就是土啦。哦，莲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招来寒夜晚来风。无奈招来寒夜晚来风。胭脂泪，香油醉几时重？胭脂泪，胭脂泪啦，香油醉甲太红，咱的好，当时咱用老菜用几时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问你咧到底是个啥话？啊，世间茫茫流水人，你明是。因为一个历史的时代，中国时代安尼，皇帝安尼，安尼对安尼，这世间拢真正无真理啦，真理真正是顶面，拢倒去后真理，世间拢会推离我。啊，所以讲人生有人讲，拄到这当中有啥物限制艰苦？有为难为，无想讲咱要是要啥物，我这边两边除非你的善愿天上地，你难为就善愿天必从之。咱所发的愿，天会遵照你意思。你的善愿那边行，天就助你啊。那一定帮帮你。我大家东西。